為弘揚中華文化藝術，探討新時代藝術發展，最具投資收藏價值藝術家沈安良大師交流活動4月16日下午2時在澳門國際經貿文化促進會會址舉行，吸引大灣區及本澳文化界代表出席。澳門國際經貿文化促進會會長劉潤雄致辭讚揚沈安良以竹筆書法獨步藝壇，將竹之高潔與筆墨神韻相融，更心懷公益，足跡遍佈全國，向各省民間團體捐贈墨寶，踐行藝術服務社會理念。劉潤雄強調，該會以經貿為橋，文化為紐，暨藉是次交流助力本澳企業聯動內地出海，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沈安良表示，過去6年已走遍內地29省區以書法送寶，今次嚟澳是第30站，後續將赴港、滬、新疆及台灣完成全國巡禮。他即席演示竹筆創作，筆力雄健，意境深遠，獲與會者讚賞。現場並圍繞中國藝術品市場趨勢交流，主辦方認為澳門應把握中西文化交融機遇，推動收藏文化健康發展。弘揚中華書法